本影片將指導你如何安裝及佩戴 Nox T3 睡眠測試機。你可以隨時暫停或重播影片，以便清楚查看各項步驟。儀器袋內已備有進行家居睡眠測試所需的所有組件。將 T3 測試機的兩個夾子固定在 T 恤領口位置，使儀器位於胸部上方，並確保熒幕面向正前方。從袋中取出兩條感應帶，取出第一條感應帶，將其中一端扣在 T3 測試機背面的接駁位，將感應帶繞過背部，確保帶子沒有扭曲。再將另一端扣回測試機背面，固定後，將感應帶位置調整至腋下水平。感應帶設有調節環，你可以按需要調整長度。取出第二條感應帶，將其中一端扣在腹部接駁器的接駁位上，將感應帶繞過背部，確保帶子沒有扭曲。再將另一端扣在腹部正前方的接駁位上。腹部感應帶應位於肚臍上方，你可以自行調整長度，以達到舒適的鬆緊度。將鼻導管的末端按入測試機頂部的壓力輸入口，拿起附有鼻塞管的一端，確保管口向下，然後輕輕將鼻塞管放入鼻孔。將導管繞過以後，再固定在下巴下方。你可以滑動固定扣以穩固導管。如有需要，你可以在兩邊黏合的鼻導管上貼上一小塊膠布，以確保其穩固。血氧計應佩戴在任何一隻手的手腕上，佩戴方式與手錶相同。緊固手腕上的魔術貼，將血氧感應器即指甲式探頭套入食指，直到手指觸及探頭末端。你可以使用膠布來固定導線。為確保血氧計讀數準確，請先卸除指甲油。睡眠期間如有需要，亦可以更換手指佩戴。如欲開始記錄，請按一下測試機面板中央的按鈕，螢幕將會隨即啟動。螢幕會顯示指令 Hold middle button down to start recording， 長按中央按鈕3秒，直到進度條橫跨整個螢幕並顯示計時器。看到計時畫面後，即代表測試已成功開始，你已完成 Nox T3 系統的佩戴程序。隨後你可以和平時一樣上床就寢。測試完成後，請勿丟棄任何感應器或配件。請將所有組件放回儀器袋內並歸還。